保七总队查到有山鸟鼠伫新北市的屋内偷窃小蓝，伫犯案的过程共换几台车，警方抓到一个10个人的山鸟鼠集团，移送法办。 盗发集团开车来到屋内山区的国有林班地，趁半暝将偷错的顶规木材搬上车，过程全部拢叫林务局的自动相机翕落来。保七总队去年底接到新竹林管处的通报，屋内山区顶规的小蓝被偷错，经过半年多时间追踪，今年6月初，兵分几条路前往嫌犯新北市的消防处搜索，当场查到28块小蓝木，总重量148公斤。该盗伐集团分工细腻。 分为盗伐组、车手组、把风组及收赃组，趁夜间连续多次狡诈变换车辆，进入林班地窃取国有贵重木。 警方发现，这个盗发集团唔但是分工精幼，分做盗发组、车手组、把风组、收赃组，也个专门经夜间甲透早来行动，而且不断变换车辆。 关键是以车对人，查出张姓嫌犯等10人涉案，也查到铁胶等犯罪工具，专案以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、森林法、窃盗、赃物罪嫌移送法办。依照森林法第50条还有52条，窃取森林主副产物，或是有收受、搬运、寄藏、布买或是媒介这些赃物，可以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罚金。新竹林管处强调，森林有涵养水土的功能，盗发会使以森林法处1年到7年有期徒刑；盗发贵重木，也可以加重基刑1/2，并科100万至2000万的罚金。呼吁民众共同来守护山林。记者新北新竹报道。